Hello，大家好。開始之前呢，想問下大家有幾多人係好似同我一樣啦，喺廣州出世長大嘅，咁同埋工作啦。咁可能如果你哋係喺外邊，例如話順德啊、江門啊、嗰啲地方過嚟工作，可能你哋嘅感受同我哋其實係好唔一樣嘅。咁網傳呢，就有一個講法就係廣州嘅本地人其實係唔中意出去嘅。咁究竟係咪唔中意呢？其實我自己個感覺係咁，可能有啲人覺得係因為我哋好黐住屋企，所以就唔中意去外地發展。但係我嘅理解其實係因為人往高處走啊，你唔會去另外一個地方住，跟住你嘅生活質量就明顯下降，咁你唔會做噶嘛。咁所以其實廣州嘅土著嘅優勢就係唔需要交房租啦。咁所以你喺廣州6K 一個月，你都覺得非常之好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深圳，咁就算你可以攞到8K，其實你嘅生活質量都係下降噶嘛。咁加上物價同埋房租，咁你可能要去到萬幾2萬蚊先係一個你會離開呢個地方嘅一個動力。所以個問題其實究竟係我哋唔想出去啊，定係因為廣州自身嘅條件令到我哋反而困咗喺度呢？咁正式開始深入討論呢個話題之前呢，先介紹一本書啦。咁呢本書呢，叫做《慾望分子多巴胺》。咁一般嚟講，我哋理解嘅多巴胺好似係同開心快樂有關係。咁但係其實呢一本係一本好正經嘅神經學嘅書啦。咁佢講嘅多巴胺其實係叫做慾望分子啊。咁喺人類演變嘅過程當中啦，咁我哋需要生存落嚟，咁就要爭取更加多嘅資源啊、交配嘅機會啊，然後有更加多嘅後代。咁所以多巴胺嘅存在就係令到我哋去更加多去爭取一啲我哋未能夠擁有嘅嘢，更加多嘅食物、水、交往嘅機會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呢個慾望分子呢係有2個回路嘅。第一個呢叫做衝動回路，咁顧名思義就係處理一啲比較近期啦、短期啦、肉眼可見嘅目標，即係例如話你前邊有隻斑馬咁樣，我哋就一齊捉住嗰隻斑馬咁去解決呢一餐飯嘅問題。但係衝動回路最大嘅問題就係比較衝動啦，所以做嘢係比較簡單粗暴啦，或者比較難完成一啲長遠嘅計劃。咁為咗達成啲更加長遠嘅目標呢，就要進化到另外一個回路，叫做控制回路。例如話你見到一個女仔啦，好靚啦，咁第一反應就係好想去溝佢啦，即係好想佢變成你條女啦。咁呢個係衝動回路嘅想法。咁但係你突然間發現唔係喎，嗰個係我大佬條女嚟嘅喎。如果我溝佢嘅話，大佬會斬死我嘅喎。但係我嘅目標係要做下一個坐館啊嘛。咁為咗達成呢個目標，我只能夠放棄呢條女。咁呢個呢，就係控制回路。咁當然咧，更加正經嘅講法就係其實控制回路係處理一啲更加抽象嘅信息啦，更加高遠嘅目標啦。即係例如話你要去做一個作家或者科學家、律師，去做一啲創新科技嘅嘢嘅時候，咁呢啲目標通常都係10年8載，甚至係成個世紀嘅計劃嚟㗎嘛。咁呢個時候你嘅控制回路就要相對較強，你先可以做到啦。慾望分子嘅相反呢，就係當下分子，因為如果你淨係得慾望嘅話，其實你係好唔掂噶嘛。咁你例如話你要狩獵咗隻斑馬之後，你要同你嘅族人去分享啊，點樣分配啊，咁呢啲係比較當下嘅問題。咁慾望分子強嘅人通常都係比較唔開心一啲嘅，因為總係有啲嘢係求而不得，總是望着遠方咁樣。咁但係當下分子相對嚟講就比較溫和啦，同埋比較識得處理人際關係啦，因為你現實中遇到嘅人其實就係一個當下現在嘅問題啊嘛。咁同埋佢可能會更加去珍惜去擁有佢已經擁有嘅嘢，身上去揾佢嘅閃光點。即係例如話你有個女朋友啦，咁如果你慾望分子好強嘅時候，你覺得下一個可能係更好呢、更靚呢、更受歡迎呢，令到你更有面子呢，咁樣即係此恨綿綿無絕期，係好唔掂噶嘛。你嘅人生係會好唔掂噶嘛。咁呢個當下分子嘅機制就係同你講嗱，其實你而家擁有呢個已經係好好噶啦，你夾硬再去揾呢，其實你都唔會更加幸福噶，即係大概咁嘅意思啦。
咁當下分子強嘅人，其實最明顯嘅問題就係佢哋比較容易甘於現狀啦，唔係好中意改變啦。因為如果個環境一改變嘅時候，咁你可能就會激活呢個慾望分子去處理一啲新嘅問題、新嘅事物、一啲你未遇到嘅嘢啊嘛。咁但係當下嘅時候，你就可能比較容易封閉啦、保守一啲。究竟邊啲人嘅慾望分子強啲，邊啲人嘅當下分子強啲呢？咁可能有環境嘅因素，亦都可能有基因嘅因素。咁啊，佢用嚟解釋咗一個移民嘅問題，就係你會發現移民嘅國家同一啲歐亞大陸嘅國家比，嗰個氛圍係有啲唔係好一樣，因為你一個人無啦啦會由古老嘅歐亞大陸、非洲去到美洲，去到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美國呢啲地方嘅時候，咁你本身個人口比例入邊就話肯定係一啲控制回路比較強嘅人比較多，因為你要做出一個咁咁長遠嘅計劃嘅時候，咁你肯定係要需要一個好強嘅慾望分子，你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咁所以喺移民嘅國家入邊，佢哋擁有呢一個基因嘅人，亦都會比較多。咁就解釋到點解呢啲國家嘅創新創意啊、文化藝術咁勁呢？就係因為首先佢本身有擁有呢個強化嘅控制回路嘅人係比較多，跟住就更加容易去接受一啲新鮮嘅事物。咁所以可能同一件事，如果你放喺一個比較當下分子、比較土著派嘅歐亞大陸嘅時候，咁佢哋可能要有好多嘅文化嘅負擔，唔係咁容易接受推行。但係你放喺一啲新移民嘅國家，你會發現，大家好容易接受呢件事，佢更加樂意去嘗試啲新嘅嘢。咁你會發現，咁所以佢哋嗰個文化科技嘅發展亦都會比較強一啲。咁明白咗呢個規律之後，再去套用喺廣州土著呢個群體，就好明顯咁樣睇到個問題所在，就係因為我哋本地人土著本身嗰個當下分子就係極強嘅，咁就算偶爾去衝動一下，亦都只不過係衝動到去呢個衝動回路，就比較難去達到呢一個控制回路嘅層次。例如話，而家網上邊我睇到最煩嘅就係嗰啲咩廣東乜乜乜、廣東乜乜乜嗰啲呢，即係廣東天氣、廣東膠凳、咩廣東紅木梳化，一年到晚都係短褲拖鞋，即係來來去去，我覺得都係講緊啲生活比較基本層次嘅嘢，即係來來去都係吃喝玩樂啊，一啲生存嘅基本需要嘅議題。當然，如果總係強調呢個當下嘅時候，咁你會覺得好悶噶嘛。咁你總要有啲新嘅嘗試。但係我嘅觀察就係基本上停留喺呢個衝動回路，即係佢好難去做啲更加長遠、更加複雜嘅設計。即係尤其係廣州人做嘢係，我覺得比較有頭冇尾啦，簡單粗暴啦。就係點解有個梗嘅話，點解廣東沒有霸總啊嘛？個原因唔係因為咩張紅木凳比較硬啊，即係或者佢哋全年都係冇呢個穿搭焦慮啊，全部都係短褲拖鞋咁樣，唔係呢個原因，而係廣東真係冇霸總，就係以廣州嘅經濟實力，但係點解？一啲著名嘅企業家冇幾個係廣州人呢？點解我哋佔盡本地優勢，但係喺呢片土地入邊發達嘅全部都係外地人呢？點解即係咩丁磊啊？點解我哋冇下一個雷軍啊？另外一個馬化騰啊？啲全部喺呢度發達嘅人，全部都係外地人。咁你就明白其實我哋做嘅嘢其實好多時候你唔想承認都好，係比較低層次，尤其去處理一啲文化問題嘅時候，永遠都係簡單粗暴嘅，即係例如話，我最憎嗰隻就係前段時間好興嗰啲咩撐粵語啊、弘揚咩本地文化，咁佢哋嘅具體操作呢，就係將一啲粵語入邊嘅口頭禪啊、歇後語啊，或者一啲我哋識講唔識寫嘅字啊，咁樣就打印出嚟定係點樣啦，貼到成牆都係，喺嗰啲咩茶餐廳或者啲公園嗰啲地方呢，就好中意貼呢啲咁嘅嘢，咁。你覺得呢個係弘揚我哋有文化，定係證明自己冇文化呢？我成日每次見到呢啲我就覺得好煩。再例如話嗰個咩爛鬼電視台，來來去去都係嗰幾部劇，嗰幾個演員拍嚟拍去都係嗰啲咁嘅閪嘢，即係你會覺得點解我哋咁有錢，但係我哋製作出嚟嘅電視劇係咁差嘅呢？即係你覺得？例如話咩湖南衛視啊、咩上海咩浙江衛視啊嗰啲地方，雖然佢哋啲電視台都一樣咁撲街，咁但係佢哋真係做啲嘢出嚟係有人睇噶嘛？咁但係點解我哋有咁多錢咁多嘅製作，但係即係嗰個製作嘅過程令你覺得係簡單粗暴啦，好簡陋啦，淨係一班人喺度自嗨喺度燃燒經費啦。所以我哋睇到其實需要抽象回路運作嘅行業
其實係特別難去推進嘅，即係尤其你喺文化藝術行業，即係你可能喺上海、北京呢，都會有人會 follow 你，會有人同你共鳴到。但係我覺得喺廣州係特別難嘅，即係例如話前段時間咪有個咩奧麥卡西嘅，跟住就話我哋好多人喺度吐槽話呢個不切實際啊，不如阿媽煮嗰啲啊，不如去飲茶啊，同一個價錢可以做到好多嘢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永遠係諗緊點樣抵、點樣實際、點樣平靚正咁時候，咁其實你永遠都係食嗰啲嘢㗎，你唔會有一個更加高級嘅追求㗎。咁就算你本地入邊，我哋有好多嘅精英啦，我哋有張敬軒係咪？咁你一啲咁嘅人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哋喺本地亦都係好難生存落嚟。你再勁都好，你冇人去消費，冇人去 follow 你，你一樣係做唔起呢個生意。咁所以你明白點解張敬軒咁熱愛廣州，但係佢只能夠喺香港發展，因為如果佢唔去嘅話，你今日都唔會知道邊個叫張敬軒㗎。仲有一點，其實我自己感覺都只要去嗰啲咩家庭團聚啊，或者朋友聚會嘅時候呢，你覺得好明顯一點就係佢哋好似十幾年嚟冇變過，即係你明明好似10年前你見呢個人，佢都係做緊嗰啲嘢，中意緊嗰啲嘢，聽緊嗰啲歌，10年後佢都係咁樣㗎，即係可能到而家好多人佢對於張敬軒嘅理解，佢仲係停留喺櫻花樹下嗰個階段，佢就冇 develop 過，冇進化過噶啦。就係你唔知點解佢哋好似古董咁樣咧，封存咗自己個意識，就唔去再往去外邊睇嘅呢種感覺。跟住即係你諗下 ChatGPT 都已經 develop 咗唔知4點幾定5點幾個版本，但係呢個人係10年嚟都冇變過，甚至係退化咗嘅。跟住所以我覺得其實好多活人係不如 AI 嘅。咁就我觀察嚟睇，絕大多數嘅廣州土著其實只要基本生活過得去咧，其實都唔係好願意去改變啦，或者去冒險有啲新嘅嘗試嘅。佢最新嘅嘗試就係去試一間新嘅餐廳嘅啫。咁當我去做一個粵語嘅內容嘅時候，即係作為一個博主，其實我好想再做多啲粵語嘅內容啦，最多辛苦啲加字幕啦，或者點嘅時候，其實我都會有一個粵語同埋普通話嘅內心掙扎嘅。因為如果我嘅思路係100%嘅話，咁粵語可能係有80%可以呈現出嚟。咁但係如果用普通話去呈現咧，可能係去到70%度咁樣啦。咁同埋係冇咁絲滑啦、流暢同埋尺度係唔可以咁放縱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做粵語浪最大嘅顧慮咧，反而係你唔敢將個主題 set 得太過需要思考，即係用普通話去做嘅時候，其實因為個市場夠大，你見到個 cheap 嘅真係好 cheap，但係佢有高端嘅討論嘅時候，咁又真係可以俾到好多好深刻嘅 feedback 你。咁但係如果係用粵語嚟做嘅時候，你都預咗佢唔會有任何 feedback，淨係你中意做就算㗎啦，因為你諗下而家點解最流行嘅主題都係廣東人乜乜乜飲飲食食吃喝玩樂，來來去都係呢啲議題。你想再升級再 develop 係做唔到，係咪真係嗰個博主唔願意？但係其實佢經過精密嘅計算之後，你發覺只有講呢啲嘢，你再往上做嘅話，其實佢就支撐唔到佢個運作㗎啦。咁希望聽到呢度嘅人都有少少獨立思考嘅能力同埋文化嘅底蘊啦。因為可能我現實中遇唔到你哋啦，但係我覺得我現實中遇到嘅絕大多數情況其實都係類似嘅，即係你可能要想討論一啲更加深刻啊、有文化啊、有歷史底蘊嘅議題嘅時候，其實現實中嘅人係俾唔到咩 feedback 你，你講兩句之後佢可能會敷衍一下你，跟住佢永遠都係跳翻嗰啲吃喝玩樂啊，你覺得佢嘅眼神係放光嘅，即係我覺得有一種佢嘅認知已經封閉咗，但係佢又唔係好想去面對自己腦入邊嘅呢一個空白嘅位，咁佢只能夠再跳翻佢熟悉嘅嗰個空間入邊去自嗨。現實嘅世界永遠都係多面嘅，一邊我哋可以見到就係我覺得我哋自己嘅粵語文化被入侵啊，被同化啊，啲00後唔識講粵語啊咁樣，但係另外一方面你又覺得係咪自己唔夠爭氣呢？即係你又覺得即係如果你喺普通話嘅世界入邊，其實係永遠揾到人可以同你展開呢個高層次嘅討論嘅，即係永遠有一批人佢係冷靜理性有獨立思考嘅能力，同埋係冇被洗腦嘅。但係你相反本地人其實有一批非常之咁低俗啦、無聊啦、市井啦咁樣樣。
同埋確實係有一批人係願意去精神性消費，即係可能會花多啲錢去為咗一個更加舒適啦、更加優雅嘅環境啦。咁同埋因為我係一個睇星盤賺錢嘅人啦，咁睇星盤其實佢就係一個文化性、精神性嘅消費啊嘛。反而本地人太過實際、太過唔樂意為一啲睇唔到嘅嘢去消費嘅時候，咁其實我嘅本地客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少嘅，老實講。咁網上邊有一個傳說就係廣州人不愛嫁啊嘛，係嘛？即係會揀翻本地人嚟嫁咁樣。呢個可能係某程度嘅一個真相啦，即係有啲人可能會有咁嘅選擇啦。但係我自己嘅觀察就未必係嘅。當然你去嫁一個外地人嘅時候，可能你冇得唱粵語歌啦，冇得用粵語去溝通啦，跟住你講普通話有口音啦，咁樣係有啲咁嘅障礙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本地嘅男仔會有一種感覺，就係佢哋嘅世界好似永遠圍繞住一個超級市場，即係佢哋討論嘅話題啊、興趣啊，佢可能永遠都係嗰個層次入邊，你好難再去往上去 develop 嘅一樣。咁所以呢個傳說呢，其實只係一個傳說，只係一個部分嘅真相。咁我都識一啲人係覺得好睇唔起本地嘅廣州嘅男仔，都係覺得佢哋淨係停留喺嗰個層次咁樣。咁佢可能會更加容易同一啲外邊嘅人溝通，會更加舒暢嗰啲啦。即係雖然係要用普通話啦，咁但係亦都不排除本地可能會有另外一啲好有層次嘅人，只不過係你未遇到呢咁樣。咁去到最尾，其實我覺得最恐怖嘅地方係，似乎大家都好樂意喺呢一個困局入邊，佢唔會認為咁樣停留喺呢個狀態係一個困局。咁其實喺我角度就係覺得，你覺得呢個係冇問題，本身就係最大嘅問題啊嘛。咁今期就講到呢度，咁希望大家對呢一類嘅議題有更加多嘅 feedback，咁我就知道粵語嘅內容係應該點樣製作啦，點樣調整。咁今期就講到呢度。